咱要三甲分享主的话，咱大声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听，恩典伫阮中间，互阮伫即个月来做伙学习中会所推荐即个圣工，即个主题就是阮有敬虔的操练，阮有学习要跟对主的脚步，荣耀主的圣名。愿你互阮明白即个美好的即个运动，也互阮欢喜参与，做伙来兴起主你的圣工，互你的圣会得到复兴，阮的家庭得到祝福。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即位咱伫顶月底，咱的教会就正式来宣布来决定，就是咱50禧年的标语50禧年的标语，叫做富强50向上帝来奔驰，就是讲奔跑。这虽然是用国语话较合即个押韵啦就是咱拢知影，富强50，这是上帝怜悯甲恩典，互咱经过50年丰富丰盛主的听。咱决志要向上帝来大力来迈进跑走，毋是慢慢行、凊彩行、散步，是咱要勇敢迈进跑走。拄好咱的中会也为着要迎接咱的即个100周年，就是咱中会设立100周年，也有即个10年的黄金10年的活动的运动。中间咱就是要伫明年正式来推动咱即个圣工，就是咱有一个属灵的敬虔的操练，有8个步调，邀请正兄弟姊妹大家有心做伙来参与。咱若是看咱进前所介绍的即个灵命健身、敬虔操练内底即个8个步调，事实伫咱的教会，咱一直拢有咧推荐，只是讲咱用一个更较明确的即个方向，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咱用即个做咱的主题经节，伊所讲的，互咱有一个真重要的提醒。伊讲，咱为着敬虔的生活，就继续操练家己。继续操练表示向神、向上帝来迈进，就是咧继续的操练。这个操练真侪咱要向上帝迈进的一个上重要的基础。你若无操练，你无健康，你要哪向前迈进？要向前来跑走？所以保罗提醒咱讲，操练身躯利益有啦，有是在咱伫生命、伫世间的日子有帮助。你有健康心情足好。但是伊讲敬虔的操练是对现今甲将来拢有应用。所以意思是健身真重要，大家拢爱拍拼，好来保养。但是搁较着爱操练敬虔，互咱伫今日、伫另外搁来活命拢有应用。健康你的身体，若无有迄个敬虔的心，有时有健康的身体，并无互你得到真正的尊严、的平安甲喜乐。但是有敬虔，若有互你健康的身体，阁有水的美好的生活。当咱伫即个中会所对咱的推荐，毋是讲伊叫咱做，咱就妄做看卖，毋是即个意思，是真正对咱有帮助的。所以中会所推动的即个中心的温度、属灵的即个敬虔操练，即8个步调，咱伫即几礼拜中间有分享6个最后今仔日咱要三甲分享最后的2项，就是咱即个属灵操练8步中间，咱用咱正会友大部分人做伙来学习的，就是伫即个兄弟姊妹即个部分但兄弟姊妹即个部分，咱有真侪兄弟伫小组内底，有伫无共款的同工，也是兄弟姊妹中间，咱已经有咧进行的。咱对兄弟姊妹，咱的一个敬虔8步的操练，这个是你若有志意，你就做会到。
咱的教会已经足侪当拢咧推荐读圣经的运动，所以咱上悬的目标是一年就读一届，咱现在一周无印的，咱每一日咱会伫咧群组内底所带的，拢是用一年做目标。但是咱的中会想讲，有的会友可能无即个习惯，你一摆就互伊读一年读一届，伊怎讲读袂起，规矩莫读，所以咱就是用3年做一个目标，3年做目标。咱的教会嘛，用着要重新开始的半年，咱用新约甲使徒行传诚侪咱读经的目标。所以若有心，你开始做，我拢知影讲，咱要开始新做的时阵，会足袂习惯。若毋是袂记去，就是无时间，若无就是无趣味。但是你若经过一阵仔时间了，你会感觉好像无做的足无自在。所以这是一个习惯的养成，咱勇敢来克服。咱每一礼拜来举行一遍的亲子家庭礼拜。这个是算讲足自然的方式，毋是讲死死板板。人拢爱共一个时间就近遮，主要是你若会当联络咱的亲人，大部分的遮家庭的亲人，大家无论伫线顶，还是大家做伙一个时间组织，大家通过即个感恩祈祷，还是读一段经节，一个唱一个诗歌，咱伫线顶，也是 RPG 拢会使进。咱邀请兄弟姊妹守主日，这嘛是咱基本大家人伫咱教会讲，咱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守主日，参加小组参加一项的服侍，这嘛是咱久长以来所咧推动的。你若甲扣做伙，表示咱这8步，咱已经有推动足侪步就对。嘛邀请讲，咱兄弟姊妹会晓照着迄个家庭自餐的时间来交陪，咱彼此的听。彼此的迄个家庭的亲密，这4项基本上就是咱真侪家庭拢有咧进行的。第5项是每月尊迎父母，咱有孝敬的心，咱的父母知影咱对因的尊迎，无论是用金钱还是陪伴，来尊敬咱的父母。咱今仔日所要分享的就是第6甲第7，第6甲第7，就是每月有定额的奉献，也是11奉献。第7是咱每一个月，咱通推动一个白纸报道。简单讲就是有个人报道的一款的动力。咱进前嘛有分享着讲，家庭的亲子关系，每一年咱有家庭做伙来度假，做伙伫外面来旅游。这是8项的学习，有真侪项咱拢已经咧推动啊。今日咱3甲来学习的，就是讲每月的奉献，这是咱基督徒伫咱伫门徒训练，也是讲咱即个初信伫教导的中间，咱都已经讲到啊。讲基督徒一个会当表示咱对上帝的听，回应上帝的呼召甲祝福，就是你有一个的奉献。咱特别长老教会拢有一个叫做会友，就是你是即间教会的成人会员。即间教会的即个基本的会友会员，咱拢鼓励讲，你对即间教会的认同甲支持，就是你有用奉献来表达对教会事工的支持甲配合。咱教会事实即个项目，伫咱长老教会中间，咱的教会的成绩是非常的进步啦，非常的进步。牧师顶工当参加咱中会的即个秋季聚会每年来秋季聚会拢会来审核咱81间教会到底咱明年咱中会，因为咱中会是咱正教会所成立的嘛，所以明年咱每一间教会负担偌济负担金，负担金用什么做标准来审核呢？其中2大项啦，一项就是讲，恁的主日礼拜偌济人伫礼拜参加主日礼拜，这嘛是咱8步内底一步啊。愈侪人守主日，就是表示这间教会的人数安尼有加添嘛。
第二个，即个指标就是讲，即间教会旧年一年，咱的奉献额，咱的经常费的奉献额是偌济？即两个变做上基本的指数。照你的关价，算81间拢甲排落去。真教会若礼拜人数较济，奉献是经常费较济，你就爱扣较济，就是你的负担金较济，因为你开力较有嘛。我有甲谢牧师拢伫注意甲看迄个报表，看迄个报表。咱礼拜人数，选中会第3名，第3名。就是讲其中的2间2间是咱台南发展真紧的教会，就是天桥教会，搁一间是大公教会。第3名就是咱，这是咱礼拜人数的统计。搁来看讲，咱的这个经常费的收入，就是咱经常一年的经常费总数偌济安尼，发现讲，咱毋是第3名，咱是第2名，第1名就是大公教会。谁若比第2名呢？因为这个第1名，这个天桥教会因即马有一个措施，就是分做2个部分，一部分就是叫做虹桥传道中心，伫安平迄个工业区，伊遐袂当叫做教会，因为迄是特别的工业区，袂使设立迄个宗教的设施啦，所以变做因一个教会2个单位在进行，所以因的收入就半对迄边过，所以因的收入就降低所以变做咱富强教会第2名。你毋是咧讲咱有比人较外交外好，毋是，是咧讲上帝恩典伫咱的教会，所以咱兄弟姊妹伫奉献的即个操练，也是即个咱的信仰有真清楚的认捌。而且，若照比例来讲，真侪兄弟姊妹已经咧执行即个月定的奉献。咱伫礼拜堂4楼的外面电梯边有遮尔侪迄个奉献地迄拢是由你有固定咧做奉献，所以一年有一个录拢记载你的奉献。所以咱有去实践着你信仰甲上帝的关系。所以我只是搁一边甲即个奉献。伫信仰，伫咱操练对咱的自救，来做一个说明安尼。咱大家一定是真明白同意咱一个健身者，一个声乐家，咱对若听去圣歌队会献诗唱歌，一个演奏的咱也有钢琴，也有即个二胡的即个伴奏，一个学者。伊发表足侪足水的研究，也是一个运动员比赛非常的好的杰出。咱看遮个人，因有遮尔水的好的表现，咱大家拢真清楚。因背后毋知有偌尼侪严格的操练，这咱拢真同意。咱毋是干看到伊，若讲表面上的风光啦，事实。伊伫后壁面迄个流目屎、操练、困苦、流汗，迄是超过咱所想的。所以台顶10分钟，台下12公，就是讲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就是你下面若无操练，你要去台顶几分钟的表演。所以基督徒伫咱敬虔的信仰内底，咱就真清楚毋是一种自然就家己成长的。讲你入来教会欢喜甲，就你自然就会成长成做敬虔的人，毋是啦。伊是爱有一个有节奏的、有纪律的、有操练才会当成长的方式。十一奉献、月定的奉献，就是即个观念的操练。即个毋是咧介在讲哇。你献的较济，你献的较少，迄是一个生活信仰的操练。伊有2个足重要的原因，一种原因是因为你对家己的财务，你对家己的经济有一个真水的规划。这嘛是咱这边8项的操练中间，咱对儿童讲训练伊5个钱筒
就是你会晓好啊分配你的生活的收入安尼。马拉基书3章10节，咱真实的经文，伊讲上主万军的统帅讲，恁着将1/10的奉献全数摕来放伫库房，安尼我的圣殿就有够野的食物。来试看我为着恁开天窗，将福气饼落来，互恁也卖。这是咱即式的十一奉献的基础的经文。这是旧约的提醒，新约耶稣捌安尼讲，假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恁惨啦！因为恁连香料、薄荷、八角、小茴香拢献1/10予上帝。如法所重视的正义、仁慈甲信息，恁颠倒忽略。这个才是恁应该实行的，顶面遐个拢毋通忽略。耶稣是咧算讲教导。这个经学书甲法利赛人讲，恁做十一奉献拢做啊真好啦，但是恁搁较着爱做正义、仁慈甲信息。意思讲，伫表面上的做法以外，搁较有属灵的方面的结果子。讲安尼，才会当真正照上帝的即个要求，讲顶面这个毋通忽略。所以咱会使讲旧约甲新约的圣经拢同时提起着十一奉献的教导，因为这是一项关键着咱敬虔操练的项目就对了。奉献嘛是敬虔操练的一部分。但是啊，十一奉献、约定奉献，甲敬虔的操练有下面这个关系，就是讲咱毋是表面上讲这你就做这，是讲到底是我什么原因，是什么理由啦吼。但信心的实践，这是第一项。十一奉献毋那是金钱本身，是照着奉献来操练你感恩。咱今仔咱有即个操练敬虔8步内底，咱嘛有讲，咱来有定义来对四大人表示咱的尊荣。安尼嘛是对四大人感恩。你会晓操练对四大人的感恩，咱嘛共款对上帝的感恩。奉献是一个对上帝的感恩。咱定下咧讲起就讲，上帝是万物有的上帝，全世界宇宙所有的宝贝产物拢是上帝的。上帝毋免讲你奉献偌济，伊才有够用，毋是啦。上帝是要通过你即个感恩来看你，互你搁较侪的丰富甲祝福。所以一方面是你操练对上帝感恩，上帝应允搁较大。第二，是因为通过即个奉献，互你看见有真侪事工会当通过你的出力来进行，特别是传福音的事工。特别是教会即个建造的事工。第二是敬畏上帝的态度，敬畏神的态度，因咱承认上帝是我生命、我的金钱、我的时间、我的事业的主人，一切拢是对上帝所来，所以我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是一种互通有无啦。这是上帝的，我归于上帝。上帝讲，你会堪得来管理这个，我就较侪互你管理。这是一个良善，也是讲一个水的循环。第三是一个舍己的训练。咱人拢知影，人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讲人自私，这是一个足自然的现象。白白咧分物件，你减分小可，你就感觉足袂自然的。最近伫海边风台引起。真侪所在无通好生活方面的物资足侪人要领遐个物件嘛会轻分，讲较是安怎因领较侪，我领较少安尼，这拢是一个自然的本能啦，无啥物通奇怪。但是奉献是一个讲我愿意将我其中的一部分摕出去，摕出去这句话，就是表示你一个舍己的训练，这是咧甲我家己的拥有物欲咧争战。你对家己有一种家己的认定，讲因为主是大，我是小，我欢喜顺服，我欢喜互主来用。第四项是生活的分别，就是分别做成。咱守主日，咱守家庭礼拜，咱守十一奉献，咱守这个家庭的聚餐，伫咱的生活节奏的中间是，咱重视，该当作是咱。分别做成，互上帝所祝福的部分。
搁一项就是一个崇高的目标，就是参与伫上帝国度。我因为我小小的奉献，我就参与伫上帝国的起造的内面，透过奉献参与上帝国的开拓，完成教会的使命。所以有时咱会感觉讲某一项的事工，我参与有着，虽然费力是小小，总是你会感觉讲这个事工我有份呢，我参与有着呢。特别你拢会感觉到讲，比如讲咱常常会举办迄个救灾的奉献，你会想讲我奉献这个钱小可，到底会做啥路用呢？但是你当看起讲地动的救灾什么所在有侪的灾害咱甲帮衬的时阵，你有种的感动是讲，因得到的帮衬，其中有一个小部分是我参与的。咱几个月前，咱台南地区嘛发生大地震吼，是这大波的大地震。咱伫玉井、伫南西遐附近的地区，真侪教会损坏，嘛有咧家庭损坏。所以咱就发动讲，咱来为着这地震的地区来做奉献。咱伫拜四开中会时阵，我就看迄个报表的资料，咱真感谢主，咱福阳教会吼。是全中会内底奉献上济，因咱大家看人讲，因有困难，咱欢喜帮衬。这就是表示参与这个国度。但因的礼拜堂也是建筑物损坏的起造，的确有真侪人帮忙嘛。但是你会感觉讲因在恢复、因在复建的中间，我有参与有着。这是一个真奇妙的参与，就是你参与上帝国度。有一个观念，咱对耶稣听到的话，咱拢真熟。伊讲，耶稣讲，因为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也伫倒位。财宝伫倒位，心伫倒位，这是咱所了解的。但是耶稣无讲你的心伫倒，财宝伫倒，迄次序伊无安尼调，伊是明确讲财宝伫倒，你的心就伫倒。这什么意思呢？这世界的逻辑是安尼啦。你的心伫倒位，钱就开伫倒位。你爱这个好的食物，你就定下去餐厅开销嘛，吼。你爱穿水衫，你就定下去逛遐个服饰店嘛，吼。你爱买包包你就定下走去名品店安尼啦。所以咱会受咱家己的兴趣，搁较进一步讲是情欲来带你来控制你。人性会倾向伫肉体甲情欲的世界，甲财宝投资伫顶面。所以咱嘛看起讲，这个社会，特别是伫网络的世界，足侪人讲炫富。我开只新车，我就翕相讲我开什么车，我有食什么好食物，我就分享给别人。这拢是自然的这个状态啦，是社会的状态。但是这是表示讲，人的心伫倒，你就会伫迄个所在发挥。但是耶稣基督爱咱反其道来行啦。耶稣的逻辑是讲，你钱放伫倒位，你心就会带去倒位。所以当你的钱放伫永恒，放伫上帝国，你的心就伫遐，因为你欢喜要参与伫操练甲投资这个永恒。所以心伫倒位，迄真重要，是因为上帝国的祝福也伫遐。所以兄弟姊妹，咱参与伫这个月定的奉献，你若有一个决定，毋是讲你收入偌济，你存偌济，你是讲伫我的气力的内面，我要爱奉献偌济。当你有这款的管理的时阵，你就会好好来分配你所有收入，也是你家己会当运用的金钱的这个比例。若无，有时咱知影讲，迄钱是万底深坑啦，你较侪嘛开无够，因为你袂晓节制，你袂晓分配，你袂晓管理，你袂晓拥有上帝，所以一团乱。有的人真够趁钱呢，但是你看伊的生活都无品质的，无迄款的快乐，无迄款享受到有钱的祝福，因为伊袂晓管理。所以咱知影，毋是靠着情欲、肉体、贪心的塞动你
个人的行动，你是用具体奉献的行动来带咱的心意，来引导咱的心意归向上帝。因为你有奉献，你会感觉讲啊，教会事工啊，你会关心。你有参与伫即个救灾的奉献，你会知影讲啊，即个救灾有咧做甚物工课？遮受苦的人有得到帮助无？你有参与伫教会奉献，你会关心讲咱教会有咧传福音无？咱的教会有咧温度操练无？咱的教会有咧关心遐弱小无？因为你有奉献，你会注意，你会关心，啊，这是耶稣爱咱所做的。所以，一个关系财务甲心灵的连结的原则是啥物呢？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讲，你的奉献伫倒，你的心就伫倒。所以不一定对讲啊，你的钱伫倒，你心伫倒，有时是拢歹的解释哦。有时是因为你有甲公益的事，有甲上帝国的事放伫遐，你的奉献伫遐，你的心嘛关心伫遐。所以，咱的教会对伫中会来讲，咱有真水的成绩。啊，互中会的兄弟姊妹感觉讲，恁富强教会吼，讲富强即两字，毋是咧假讲的，假讲的，啊，讲好听哦，真正咱有咧安尼做呢，啊，你名甲名副其实嘛，吼，名甲实你有实践着。当然，咱毋是甲人偏颇，是因为你知影讲，我富强教会，我是富强教会一份子，我领受到即个祝福，我嘛有份伫即个富强。甲咱讲富强50，向神奔驰；富强50，向神奔驰。这个意义就是咱好要更较好。向神奔驰是讲我要向前迈进，因上帝所差的目标，咱所差的标，也还搁咧继续迈进，毋是到50就停止啊，是要搁一个新的开始。咱今年叫做这个灵寿年，也是讲是一个安息年，明年就是一个重新搁再出发的年。但既然咱有奉献参与，你的心伫遐，咱就是有份要参与第7步吼，就是一个月1摆的白纸报道法。白纸报道法，咱听起来感觉讲好像一个新的物件，事实毋是。我会记得咱台湾咧推动这个福音运动中间一个咱常常咧使用的就是四律。而且这个白纸报道法就是这个四律延伸出来的。等下我会做一个简单的示范。咱邀请兄弟大家有份来参与。迄个重点就是讲，你有迄个传福音的心志啦，你有对人报道的心志，迄叫做个人报道。个人报道。但敬虔甲报道，因互相到底有啥物关系？常常咱有真侪兄弟有即款的观念，是讲我敬虔哦，敬虔我就是好啊灵修啊，我足够祈祷啊，我其实读圣经读足久啊。但是遐外面传福音报道的，迄是外在活动，甲敬虔无关系，你甲分开去啊吼。但事实上，咱知影，伊互相中间的关系是即个一体两面就对啦。意思咱拢真清楚。确实基督徒若主动灵修、祈祷、禁食、读经，但是你从来毋捌甲人分享福音，表示讲你就真孤单。你家己好就好，你无爱甲即个好分享互别人嘛？你刚刚用自我中心，哇！我偌清高，我偌好个，我咧飘飘然迄种感觉。但是边仔的人到底对你偌好，要哪看？敢若看你安尼，感会出来？你有甲你迄个好分享互别人无？所以简单讲就是讲，你若无分享，敢若注重灵修，可能你是诚做一个自我中心。你有属灵，但是你自我中心。所以，咱兄弟姊妹，大家人拢伫社会生活中，你所接触10个人中间7、8个就是未信者。这个人中间当然有个人甲你的关系毋是遐亲密，但是有个人甲你咧往来中间，你这个属灵的人，毋捌甲伊讲，我爱属灵是偌好，我爱读圣经是偌好，我领受道理是偌好，安尼敢毋是足奇怪的？所以，确实咱若是外面认真头路，因
反方面啦吼。啊，毋过你家己无敬虔，啊，你嘛是一个相对的。你甲人讲福音，但是你生活行为行做人拢互人看无，安尼你讲的话人无爱信啊，敢毋是？所以袂使动头轻。你有属灵的操练，啊，人看起讲，你即个人确实特质无共款哦。你是安那会有即款的操练呢？你甲伊分享。但是你若甲人讲福音，但是你的行为行做讲话，拢互人无信任，安尼你的传福音是无效果的。啊，所以无见证，互人跋倒，安尼你传福音足骨力嘛无效。啊，所以这是拢咱大家拢体会到的。但咱要咧讲起传福音，有几项的重要。第一就是讲传福音是敬虔的延伸啦。你有敬虔，就是会晓去传福音。彼得前书3章15节，这个是中文的。伊讲只要心内尊主基督做圣，有人问你心中仰望的缘由，就要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别人。这个话用台语的真简单，伊讲要尊重基督做主，你有就表示讲你有属灵的敬虔嘛。啊，所以当你敬虔上帝、敬虔耶稣基督，伊讲若有人问你心中的仰望，意思讲，这个人都无共款。我问讲，啊，你是咧仰望啥个？啊，你若逐日遐喜乐，啊，你无烦恼，啊，遮平安，人会甲你问啊。啊，伊讲，要不时准备好，通对人辩明。准备好什么意思？当人咧问你好奇，也是讲单纯咧问讲，啊，你逐礼拜拢去教会是咧去创啥？吼？啊，人要甲你问，你也准备好啊，会晓甲人辩明就对啦，会晓甲人解释，讲先啊，你是一个基督徒，先啊，你的家庭这热心伫教会聚会，啊，大家小少要去佚佗，大家去倒去娱乐，啊，你讲我要来教会，你也甲人辩明，啊，你表示讲你就是准备好，随时要对人传福音的意思。啊，所以彼得讲心内尊主基督做圣，然后才会甲你讲有人问你缘由。这是表示什么？真正的福音毋是硬硬拄互人的啦。哦，你若讲像拄仔咱头前讲的，咱平常时无好行为，你的行做互人无肯定，互人无尊敬。你甲人讲信耶稣偌好，咱伫社会上顶啊讲一句话讲，啊，若像你即款人吼，啊信耶稣加了的啊，因为你的所讲所做吼，互人看无啊，所以我哪会要对你去信耶稣？所以颠倒一边是讲，彼得讲咱有虔诚，咱有敬畏上帝，人要甲你问的事，你会晓甲人应答。所以心内尊主做圣是表示敬虔的生活，有敬虔的文化，你有无共款的生命，你有无共款的生命。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富强教会兄弟姊妹，若是你有共同有即款的文化，咱有喜乐的心。咱富强教会兄弟姊妹有合一的心，有包容的心，有成全人的心，有祝福的心，有信心，有乐观。你这特质吼，伫你的生活中表现出来。你的家庭的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自然会注意讲，恁富强教会确实无共款哦。咱真侪人伫社会中有人毋捌你，但是看到你的行做，你的讲话，人会随时甲你问讲，你敢毋是基督徒啊？你听到即句话，感觉讲，足公平的。吼，毋是讲吼，伫遐化东化西，啊派声扫人讲，啊你敢毋是基督徒？啊即些，啊你就毋敢承认嘛呢？但是人也问讲，我拄着即款代志哦，你也袂生气，啊袂遐尼啊，安尼啊遐尼啊夸张，啊你敢毋是基督徒？啊你咧做代志遐尼啊有斩切，啊你真够关心别人，你敢毋是基督徒？啊所以意思讲，当人看见你有即款外表的行为，会去好奇到底你的神是甚物？咱的教会伫外面在甲人直接，互人看见讲啊，恁即间教会真正有即款特质的时阵，人会注意到咱无共款的团体，有无共款的文化，所以即个是一个延伸就对啦吼，一个延伸啊，咱过来就是传福音，就是敬虔生活的检验。你讲你有敬虔，但是你有实践出来无？敬虔的基督徒若无见证的行动，就是用意了伫咱所讲的
迄敢若宗教仪式的，都安尼照步行，迄天书照行，但是你无甲你的性命活出来。所以一个见证福音的人，伊必须爱什么？活出真实，有见证，常常会晓悔改认罪，对人有疼心。你这款特质，就是伫你的生活中、伫你的家庭中、伫你的朋友中间显露出来。若无咱见证的话，就无力啦。见证话就无力。迄就亲像讲我咧用某一种产品真有效，但是你无显露出这种产品有效的迄个结果，人就感觉讲你用的物件就无一定路用咧。所以咱活出迄个生命，咱才会当见证。所以是安怎讲？基督徒的见证传福音是敬虔的考验咧。第一，伊考验咱对上帝是毋是有顺服。主的心意是爱咱大使命去普遍的传福音。你想讲这讲的凊彩啦，有听就好。是你真正愿意顺服，这是见证福音的一个重要。彼得后书3章9节讲，伊愿意万人得救，无愿意一人沉沦。万人得救无愿意一人沉沦，是希望所有的人拢能进入到你受拯救的部分。所以敬虔毋是干那讲你伫房内有读经、祈祷、守主日，是请你欢喜顺服主的使命。传福音是考验咱，也是分别咱基督徒是毋是甲上帝的心意放伫咱的心内你是毋是愿意为着伊的疼来疼一个灵魂？因为主爱我安尼做，我毋是讲求家己好就好，我为着这个灵魂的得救，你愿意赢过你的民主？你的安逸就是讲就凉凉就好去甲人传福音嘛，搁互人歹声哨、歹面相。咱真侪兄弟捌拄着这个经验，咱足好伊讲这个故事、这个传单真好。伊甲你摕落，甲你等对粪扫桶落咧，你会感觉讲，哎哟，足无民主的啦，足见效的。是你讲主啊，这是你互我的考验，感谢主，互我勇敢安尼做。人对我安尼，我犹原勇敢。保罗先生去到地中海沿岸，逐位传福音，倒一遍毋是拄着艰难的，互人赶、互人拍、互人关，因为你疼灵魂赢过这一切，所以。迄就亲像一个人要推销你的产品，有人甲你推，有人甲你拒绝，有人甲你骂讲你莫阁来啊。但是你嘛感觉讲，我为着我家己的自信，这个产品真好，我嘛继续咧推销啊。同款，咱诚做上帝福音的推销员，咱毋惊别人拒绝。第二，伊考验咱疼主是毋是有真实啊？你有真正疼主无？疼主的人会认真要传福音。所以敬虔毋是一种外面的外貌，咱拄则有讲过，祈祷、禁食、守主日，这拢真好。但是你爱活出上帝的性情啦，活出主的性情，就是怜悯、慈爱、甲拯救，甲上帝同心合意完成伊救人的心意。所以，搁一遍讲，若咱讲我真敬虔，但是你无关心失丧的灵魂。也对灵魂无负担，你的敬虔就亲像咱圣经所讲的，我疼上帝，但是我怨恨兄弟啦。这都无平衡嘛。我讲我疼上帝，但是你无疼边仔的兄弟，这是一个无行为的信心，伊是死的。假使咱若是讲，我是一个有疼的人，我这有疼心，但是将来毋捌讲将性命活命的粮分予别人。这活命的饼，甲别人分享，安尼咱的疼只是理想化，是口头的，是空嘴无子的。所以传福音就是对咱敬虔的疼的实践甲考验。第三，伊考验咱是毋是有真正相信福音的能力。福音的大能，你有相信无？罗马书1章16节讲，我无掠福音做见笑，因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大先是犹太人。后来是希尼人，兄弟姊妹，咱讲诚做见效。见效的意思是讲，咱心内认定这件代志对我无帮助啦，对我的德性
对我受接纳无帮赞，所以你感觉见笑嘛。所以信主的人有时咱嘛家己会讲，哎哟，好亲像伫潜意识内底用传福音做见笑，是可能表现出伫你的生活的顶面哦。伫即场上，你毋敢讲你是基督徒，你传福音感觉足尴尬、足见笑。伫家庭中毋敢分享你的见证，对世界救恩感觉，哎呀，这老套啊啦，这真软弱，无下时代，是毋是潜意识你伫遮的表现，就是表示你对传福音是见笑这样事。所以根本的原因是甚物？心内无真正真实相信这个福音的能力是有价值的，是有荣耀的。所以无掠福音做见笑，一定是亲自经历过福音的能力。所以咱真侪兄弟欢喜到台境来见证，是表示我相信这项事，我要分享给你。我相信这是福音的能力，福音的拯救，福音的祝福。我亲自经历这个福音有能力，我无把伊当作见笑，是因为福音是上帝的能力，伊会拯救罪人，改变人的心，拍破魔鬼的关系，带出永恒的生命。福音是真正的价值。腓立比书3章8节讲：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捌我的主耶稣基督做至宝。我为了已经放下万事，看作土粉，因为要得到基督。第三，福音是上帝的智慧，毋是人的见笑。哥林多前书1章23到24节讲：咱却是传顶十字架的基督，伫犹太的人当作是这个绊脚石吼，踢界；伫外邦人当作是愚公，但是伫迄个蒙调的，就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做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别人看作是愚公、踢界，是这个无效的，但是伫主内底，这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所以兄弟姊妹，最后我要甲咱介绍咱这个白字报道法。简单讲，因为咱伫周报内面有甲这个文字印得真清楚，伫第9页。你会当先看这段话，免甲人介绍，免甲人讲。阮伫中会咧甲你介绍的时，我有一个感觉，你若甲一个青疏人，有可能伊会甲你拒绝啦，因为伊想讲你要甲我创啥货，你要甲推销啥货，上好是甲你有熟悉甚至伊对福音有点趣味，要甲你问，安尼上好。我手中牧师手中摕的这是这个咱中会印送互咱用的，这是封面这空白的，这叫做白纸报道法。伊的正面呢，事实原来这边是有印字，但是有的所在像咧刮刮乐安尼咱若去人的迄个伫抽奖的拢会摕钱来刮刮乐安尼。咱能先看即个影片，咱较知影这白纸报道法，伊第一张是安尼啦这是封面，这是伊的封面。伊的内面是原来是安尼啦。你看有白白的所在对吧？白白的所在就是爱用钱来做刮刮乐的。所以你爱找一个朋友，伊欢喜讲要甲你了解。这甲视力共类似，只是讲伊做了较精致啦就是遐个雾迄个有一道搭一顶雾的迄若无事先挂起来是安尼，有无？遐个字拢挂掉伊的全部是安尼，拢总有14部啦，14部全部是安尼，那即张是14个流程，你会感觉哇，14个遮麻烦呢？其实你若照咱即个周报内底所写的遐个乌字、遐个大字，就是互伊砍掉的遐个字，你会当照即个次序小可来甲伊做思考牧师先甲咱介绍，伊开落去就是一张亲像安尼，但是呢，伊是爱要你大声甲伊合起来，像咱头前即张合安尼啦，合起来，大声合一半，
啊，然后佫甲对中央佫凹倒半，变做开起来，变做安尼。啊，你知影讲，正边是上帝，啊，倒边是人。然后你开始家己做一个介绍，在先介绍上帝这边啦。伊讲起初有一位上帝，伊创造人类，啊，大生上帝甲人的关系真好，非常的幸福。第一句是讲幸福，啊，人会当得到永生。你看这永生就挂第一个啊，用迄个甲挂落甲挂起来。第二，伊对上帝领受到平安。啊，佫甲挂第二个叫做有喜乐，所以你袂感觉讲会走蛇去，因为迄字拢有来嘛。啊，然后人拢伫主的内面，生命得到祝福，啊，所以你会享受到天国。所以讲到这，就是挂正边的三界。啊，但是你讲，但是因为人犯罪啊，就变讲倒边啊。啊，人犯罪会引起什么？啊，这字拢因为这伫罪恶中过着不幸的生活。啊，佫甲挂第四个，会带来死亡。人因为罪行死亡，佫来伫无上帝同在，生活就充满着惊吓，啊，着惧怕。啊，惧怕会安怎？会带来审判，开始着甲审判挂开。啊，人咧面临着刑罚倒边遮，啊，你到最后结果是入去地狱。啊，所以讲到遮，就是你已经讲第两部分啊。挂正边上帝祝福，人的坠落啊，带来死亡、审判甲地狱安尼。啊了后你想讲安尼要安怎？人家己是要用家己的办法啊，所以即马看倒边的第二节，讲人对第七节开始甲挂一下，讲人去追求宗教，追求好行为，爱去做好事、做功德。一个一个讲啊，我拢即要得到安尼，但是安怎呢？即个要到上帝遮，就是有一个计谋计调的。啊，最后你才讲上帝听世间人，甲耶稣上诉，咱就变11号啊！甲耶稣上诉互咱。所以你若有听福音，过来13是相信，啊，透过耶稣基督就能得到救。啊，所以当人若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甲上帝关系重新恢复，你来做下看，就是正边的幸福会代替倒边的不幸，永生会代替死亡，惊吓啊，平安会代替惊吓，喜乐会代替审判，祝福会代替刑罚，上帝就甲天国赏赐咱来代替地狱。意思讲，正边这三界。啊，要代替倒边人所拄到的刑罚，啊，然后啊，你才来招伊读这段经节，约翰福音第14号就是念一段经文，安尼就对。啊，所以咱中会有提供500张啦，500张。啊，但是因为你家己要训练啊，甲挂去，啊，这张要甲人讲就无彩啊咧，所以教会会当提供一张已经挂开的。啊，影印互你，啊，你家己先朋友同工，也是咱的兄弟姊妹伫小组内底互相先试练一遍。比如讲，我把你当作是朋友，啊，我就开始解释，啊，14个念了，啊，就完成啊。啊，咱中会有建议讲，咱逐个人准备一个10箍啊，10箍的银角啊，因为你要挂嘛，爱挂。啊，挂到倒位就挂一个挂。啊了后啊，佫有一个后续哦。后壁，咱看这周报内底写讲有读决志的祈祷，对毋对？招伊做的祈祷，啊，然后念这段经文了后意思讲，这个10箍有人专工去换新的啊10箍，用这10箍互你，啊，伊就摕伫手内用这个亲像上帝互你的永远话，啊是无人抢会去的，啊，像这个银角放伫你的手中，啊，互伊换掉的。就是讲，你阁用你的手甲伊换的讲，啊，我的手是代表上帝，上帝扶着你的手的时阵，当你的手拍开，因为有主的手甲你扶掉的，所以你袂失落。啊，所以你这个应允甲祝福是永远伫的。啊，所以到最后你咱甲这张互伊，啊，佫这10箍送伊就对啦啊，这是咱这个白纸报道的一个简单的听书，啊，你都爱讲互交运，你才袂
顶打去就对啦吼。啊，咱鼓励小组，大家伫家己的即个小组内底练习，也是咱团契兄弟互相练习。啊，你当先教会影印一张啦，即张来解释吼，来解释啊，配合即个文字啊练几遍啦。当然，咱另外一种版本就是一张白纸，你用画就好。后礼拜我会印伫周报，啊，互咱来使用。咱重点是伫遮啦，毋是讲你用即个就马上有效果。你爱为着即个人祈祷，知影即个人有迄个趣味要研究，啊，你来甲伊分享。可能你先对你家庭的囡仔来甲伊讲几遍互听。你讲了一个色吼，啊，张摕咧，你讲了足自然啊，也免看稿哦吼，自然，因为这文字拢伫遮嘛。吼，应声代替死亡，啊，你都会当对啊，啊，所以这是真好的一个报道法，啊，互人感觉就一个好奇心就对啦。啊，可能咱兄弟姊妹，你若开始要共传福音，啊，你人去办公室甲讨，讲我要传一个月传一个，我讨一张，啊，要传两个，讨两张安尼吼，啊，无够咱才搁来印安尼就对。兄弟姊妹，咱这个目的是为着要互咱兄弟姊妹大家有份伫传福音报道。最后我要讲的是讲，咱感谢主。咱对7月开始用搁咧筹备即届的即个叫做幸福小组，啊，真侪人对幸福小组无讲介清楚，也是讲有误解。事实幸福小组是一个团队传福音的方式，一群人有伴，啊，透过聚会来传福音互人。但是即个白纸报道法，就是你个人的传福音，你免招别人，你招你一个好朋友，你甲讲解就有够啊。所以咱有团体的传福音，啊，咱有个人的传福音，啊，互咱传福音的方法，啊，逐项拢交备，啊，咱会当伫50几年的时阵，咱基督徒热心传福音，诚做即个白纸报道法一个操练，啊，咱参加幸福小组，大家有份来参与伫即个福音的传播。毋茫讲咱福阳教会吼，毋是一个讲奉献袂歹，效果袂歹，但是无人信主的。咱就是两边拢真平衡，大家做伙有份，吼，做一个人做伙担着福音的好处。啊，这是咱敬虔8步，啊，牧师经过这个礼拜的讲解，我希望兄弟姊妹，你无勉强，无受到安尼逼迫的，是你讲这真好，锻炼身体真好，那锻炼这个敬虔更较好，啊，我欢喜学习，互咱真正。照着咱富阳50啊，向神奔驰这款的气力，大家做伙用这8步啊来向前来迈进。咱要先来做一个祈祷，然后伫吟诗的时阵吼，咱要有一个主日的老师啊，同工的一个车派礼啊，咱请这老师吼，同工准备啊吟诗的中间就慢慢头前来，咱先来做祈祷，来回应主的听，咱来祈祷。爸，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今仔日通过参与奉献甲报道来明白敬虔操练的意义，对阮属灵的帮助。主啊，阮奉献毋是出于勉强，是对伫感恩，对伫上帝的赏赐。啊，阮要有份参与伫上帝国的起造，使阮用奉献来代表阮对主的听。阮也用传福音，用白纸报道来招人认捌这个真理，用短短的时间来传播这个福音。上帝要互伊亲自来修成。爸上帝，阮属灵敬虔操练的8步，毋是一个活动那定，是因为阮要做伙起造富强50，上帝迈进这款的气力，互阮通过实践。来看见这个迈进是有成绩的，是有进度的，是有方向的，是有目标的。感谢主，阮富阳教会兄弟姊妹，大家乐意参与，做伙有份来去做。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我要招咱吟这首圣诗哈，咱来吟首圣诗就是这个为主来做伊干净。咱当中有。